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14。以赛亞書38章20節安尼講：上主要拯救我，我每一世人伫上主的厝，用弦樂伴奏唱歌。三個來祈禱，要拯救阮，互阮一世人唱歌學樂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創造宇宙萬物的創造主，你是掌管世上萬有的上帝，你是聽透世間萬人的天父。主啊，我要來到你的面前，專心來投靠你，全靈來服侍你，因你是阮的快樂的源頭，也是阮患難中及時的避難所。我要深深獻上感謝。主啊，求你堅固阮的心，互阮無受驚嚇的攪擾。主啊，求你互平安充滿阮，互阮通佇你的內面安然自在，也佇困境中靠你來得勝。主啊，願感謝學樂你，因為你要拯救阮，我要一世人佇你的厝，用弦樂伴奏唱歌來學樂你的名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